来关心今年全台湾本土的天狗节的病例，到4月底是已经有163例。虽然台南市还无传出本土的病例，不过是有发现6个带病入境的病例。市府嘛有提早做防疫的准备，为4月份就开始咧抓厝内有阿早积水探病的源头。到目前已经开出42张罚单。各地防治单位家己研发的天狗棒，透过顶面的镜。就会使看到平常时真歹发现的天狗有积水，刷落来，佮倒入去防治药品，会当防止水蛀；刷落来，佮顺势水沟倒药，这种是自行防治天狗类的唯一办法。目前台南虽然无本土病例，但是境外移入已经有6例。为了严防疫情再起，台南市的天狗类防治站是提早开拍。目前看起来指数并没有特别高，但是都是各地的严加戒备。那如果万一哪些地方的幼软桶的这个病媒蚊指数飙高了，我们就要赶快全力去清除。所以说，境外已经开始在大烧特烧了，那境内特别需要严加戒备。近期高温也有降雨，根据国家卫生研究院病媒蚊风险指数趋势图分析，今年第16周的平均阳性率是23.25%，比起顶期增加12.2%，总量的粒数嘛超过13000粒。高温气候是真有利病媒蚊生长，民众都必须要提高警觉。现在是上升期，而且即将进入那个病媒蚊很高的时期啊。那其实这个天沟的水不一定只有降雨过后才会积水，冷气的冷凝水有些可能就直接排到上面。那甚至说清晨因为我们那个早上的时候会有露水，那如果那个铁皮上有露水，那最后也是会流到天沟所以这个大概有机会就一定要上去看，不要让它积水。台南市天狗类疫情对去年到今年累计病例超过21000例，一直到3月6号才宣布解除疫情。刷落来又搁拄到梅雨的季节。另外，根据疾管署统计，今年到4月底，全台有163例本土病例，上侪是高雄市134例，屏东嘛有9例，都惊大流行的状况再度发生。台南市天狗类防治中心4月1号开始，针对查到阳性资讯源开发，已经是开出42张的罚单。记者郑文达报道。